現代紫微斗數中班介紹之趨吉避凶現代智慧，喺今年嘅2025年7月30日開課，逢星期三晚。大家好，我係林麗老師，我係現代紫微斗數之光明斗嘅始創人。喺紫微斗數裏邊有6大星組12磁場嘅區分，紫微單星第1同埋第7號磁場，紫微破軍第2同埋第8號磁場，紫微天府第3同第9號磁場，紫微貪狼第4同第10號磁場，紫微天相第5同第11號磁場，紫微七殺第6同第12號磁場。喺6大星組12磁場裏邊，有4大星組古今有明顯嘅差異，而2大星組係貼切傳統嘅分析。嗱，以下係根據古今差異程度排列次序。喺我 YouTube 頻道裏邊有5分鐘介紹光明斗與傳統紫微斗數嘅異同，其中6條短片係講6大星組吉凶設定。喺2025年嘅流年運程分析，亦都喺彩蛋部分有呢個6大星組吉凶設定，咁大家不妨咧喺網上瀏覽，喺呢度我就唔再重複啦。以下咧係重點提出中伏嘅要害位啊。第一位紫微七殺磁場，紫微七殺磁場12宮裏邊有4個宮係空宮，係冇甲級主星嘅，係最難理解嘅磁場，因為空宮等於不明同失策。現實之中，眼前嘅人同事係確實存在，但命盤反映卻是空宮，意味所看見聽見並非事實嘅全貌。空嘅條件係唔知問題啊！命主要受打擊挫折後才醒覺問題，傷害及損失明確，係好慘嘅。第二位紫微天相磁場，紫微天相磁場嘅命本結構係陰與陽、強與弱、空與實嘅命運軌跡。若然唔明白磁場吉凶背後嘅意義，陰陽和合，人生可以枉過空白一場。點解我講得咁嚴重係空白一場呢？原因命主空嘅係輕視問題。喺星期日嘅免費講座裏邊，3位名人例有2位名人例都係紫微天相磁場，佢哋都係犯咗輕視問題，而結果係知錯難返，後悔莫及啊。第3位紫微天府磁場，你會問紫微天府磁場12宮有星唔係一件好事咩？但可惜今天同古時嘅社會大大不同。古時12宮有星嘅命主對身旁人同事清楚明白係做官嘅條件，但今天嘅社會已經大大不同。12宮有星反映命主希望要求要做到能做到，但今天急速社會環境及人事複雜，未必能屬其所願，反增生活壓力。空嘅條件呢係環境壓力問題，而大忌於把自己放錯地方。由於有環境壓力，命主係好容易有情緒病嘅，呢個要注意啦。第4位紫微破軍磁場，紫微破軍磁場呢，皇帝同將相一齊出征，彼此呢都感覺係勝券在握嘅。但係人生一定唔係無風無浪噶嘛，若遇挫折，則以身君臣嘅失和，引發批判與衝突。吉凶嘅關鍵呢，在於承上天上嘅協調能力。凶嘅條件係人事衝突問題，大忌於自己冇實力。好簡單，自己冇實力又要同人衝突，當然啦，自招惡果啦。第5位紫微貪狼磁場，紫微貪狼磁場呢係較貼切傳統吉凶分析，吉凶嘅關鍵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凶嘅係錯誤圈子問題。第6位紫微單星磁場。紫微單星磁場呢係最貼切傳統吉凶嘅分析，個人性格係吉凶嘅關鍵，凶係自己問題，冇醒覺啊。上述呢提出6大星組中伏嘅要害位，喺 YouTube 頻道亦有6大星組吉凶嘅設定。趨吉避凶現代智慧，現代紫微斗數中班係教大家掌握命盤吉凶嘅佈局。由我林麗老師及劉子琪老師任教，喺今年嘅7月30日開課，逢星期三晚。
嗱，呢個課程咧係適合以初步認識紫微斗數嘅朋友，誠意推介俾所有紫微斗數及命理嘅愛好者啊！本課程咧係有12堂嘅，第一同第二堂咧係同大家溫習，介紹光明斗、趨吉避凶現代智慧嘅吉凶反映由來同意義，而同大家溫習紫微斗數甲乙級星曜意義，以3階潛能命例示範作為分析。而第3至第12堂咧就6大星組磁場吉凶設定及名人例示範分析，每一個設定我都會清楚解釋及以2位名人例作為示範。報讀嘅新同學可以獲得麗陽斗數基礎篇1本，幫大家溫故知新，亦都助大家理解光明斗星曜嘅意義。備註粵語授課可 Zoom 連線上課。以下嘅 QR code 可以報名。大家亦可以打發注 .org 查詢同埋報名。誠邀各位紫微斗數及命理嘅愛好者去認識光明斗。我相信課程可以提升紫微斗數應用嘅實效，並釐清古今紫微斗數差異嘅疑惑。期待與大家見面啦！